后来这个3级警戒的期限就要到了，是毋是会当降级？除了看疫情的发展，还阁看民众注预防下的状况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要拼伫7月底，国内疫苗的覆盖率要达到25%，这敢有可能呢？目前每一天注射人数是105000人，安尼到7月底，加嘛只会当达到22%。讲一天上届无就爱加注2万人，一天就爱注125000人，安尼到7月底覆盖率才有法度达到25%。啊，讲除了注射站爱来扩大之外，疫苗的供应嘛爱稳定。预防车注落去，唔但保护力会提升，国内注射率嘛1.1滴伫提悬。即马全台湾疫苗的数量 ，A2 加莫德纳总共有701万剂，若是拢注完，那呢注射率差不多都有3成。不过目前全台湾注射率敢若10.98%，也就是将近263万人注过尔。而陈时中所讲的目标，希望伫7月底进前注射率达到25%，要真远，必须要搁增加312万人注过预防车。因为即马一天注射量差不多是105000人，加算的7月底进前嘛，只能够注262万人，敢若22%，一天敢法度注12500人。接种点的话，可以扩大到一般的医疗院所以外，还可以扩大到我们的卫生所。那这样子依据户籍去打的话，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。第二个就是我们那个族群啊，就不要再限制了。有专家认为讲，疫苗要赶紧再去互地方。突然大量的增加也不容易，那疫苗的进来的量呢，政府也没有讲得非常清楚。疫苗要能够充分的供应嘛，而且要充分的供应，均匀的供应到全国每个接种站。混打这个疫情呢，应该早点定案了。要拼个人注预防车稳定疫情，不过即马活动力真悬的少年人想要注无通注，医生建议讲，早一天将这个注射的对象来扩大，提高疫苗注射率，这才是赶紧恢复正常生活上届有效的办法。